抖 M 觉得我的台语怎么会有那个韩文腔？台语是那种真假，但是韩文是真假。歹人的歹好，就是去互恁遮好人的心歹去啦。他真的不是坏人，我可以讲成，伊真正不是歹人，伊真正不是歹人。啊，就是学台语，好辛苦哦，好像听到恋爱时期秀，真的好辛苦，谢谢，真的好辛苦哦。你真正不是歹人都要讲100次，真的好痛苦哦。两个腔都可以，包州奶罐或者包州都可以。包州奶罐还是包州奶罐？啊，我懂，就是泰，有点像。我是足想要学台语的，我嘛足欢喜会当用台语演戏。嘿，对，更较重要的是，我会使看我用台语演出的戏剧，应该嘛会足欢喜的。会晓讲台语是一个足拽的代志。伫我这个年岁，会使讲台语是一件足赞的代志。